大家好，我係 TCL K-Train 大師，歡迎嚟到講之講第8集。我今日會介紹嘅係觀塘線。觀塘線代表色為綠色，於1979年10月1日全線通車，全長14.2公里，係本港首條地鐵線。觀塘線來往調景嶺及黃埔，途經油塘、藍田、觀塘、牛頭角、九龍灣、彩虹、鑽石山、黃大仙、樂富、九龍塘、石硤尾、太子、旺角、油麻地同何文田。現時觀塘線主要用車係22列北車長客列車同13列中車青島四方列車。觀塘線沿線建有大量商住樓宇，加上來自屯馬線及東鐵線嘅過境人流，令到本線無論喺繁忙時間定係非繁忙時間，都有出現沙甸魚嘅情況。觀塘線係1970年研究興建地鐵時最早計劃嘅4條路線之一。早喺1967年，香港集體運輸研究已經提及本線。當時，本線嘅建議係嚟往上環街市及馬流堂。1970年，集體運輸計劃總報告書將荃灣線同觀塘線旺角至港島段合併為港九線，同荃灣支線同觀塘支線直通運行。1977年，觀塘線工程獲批，隨即動工。1979年10月1日，修正早期系統觀塘至石硤尾段啟用。1979年12月22日，油麻地站啟用。1979年12月31日，旺角站啟用。喺1982年4月26日，修正早期系統已經分拆為名為觀塘線及荃灣線嘅服務，觀塘線嘅過海服務取消。因為當時地鐵公司無法承擔東區海底隧道鐵路隧道建造費用，所以先用8模式，即建造、營運及轉移模式興建。1989年8月6日，由觀塘延長至鰂魚涌。1989年8月9日，增設藍田站。因應鰂魚涌站嘅十字轉乘十分唔方便，經常超負荷運作。於是地鐵公司決定興建第2個觀塘線轉車站，其後於天后、炮台山及北角站之間選出北角站作轉車站，並於2001年9月27日通車。因應藍田站擴建空間及技術所限，當將軍澳支線喺2002年8月4日啟用之後，觀塘線終點改為油塘站，並隨後喺同年嘅8月18日延長到調景嶺站。政府喺2002年6月25日將沙中線營辦權批俾九廣鐵路公司，為咗提高沙中線運輸效益，九鐵公司研究各種改善方案，以期為更多人口密集嘅地區提供鐵路服務，包括黃埔區。2002年12月，地鐵公司向政府提交初步工程項目建議書，建議將觀塘線延伸至何文田及黃埔。而行政會議喺2008年3月11日批准港鐵公司就觀塘線延線展開進一步項目規劃同初步設計。經過2次公眾諮詢後，2010年6月25日，港鐵公司喺憲報刊登觀塘線延線鐵路方案嘅建議修訂方案。最後喺2010年11月30日獲得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批准進行觀塘線延線項目，並喺2010年7月25日正式動工。2016年10月23日，觀塘線延線正式通車。觀塘線嘅新信號系統預計喺2027年至2028年投入服務。今日觀塘線嘅介紹就完到呢度，下集我會講將軍澳線，未完待續。